像頭先老觀眾朋友所分享嘅吼，你下圖北部了苗栗嘅陳家badmin團，還有南部美濃嘅客家badmin團，這兩團呢，全部就接受政府嘅補助，來做國家級嘅傳承。同時呢，你還有青島差不多6、7團呢，也都係民間團。雖然見到你下無像兩個客家badmin團嘅咧資源咁豐富，不過呢。呢個客家badmin團呢，實在呢，見到從青島重合地位呢，馬頭係做呢傳承。尤其呢，呢1-2年來，雖然台灣呢遇到了疫情嘅問題，不過呢，以前啊，你差不多3年前呢，客家委員會呢，見到有一個計劃，按照周末聽8音吼，周末聽8音，按樣一個政策，按樣一個政策，用政策呢都會圖將圖。桃園啦，從新竹啊，從苗栗啊，從高雄嘅美濃，呢4個所在呢，選擇了從廟旁調遷，從從新竹嘅湖口，安尼地方湖口嘅3年宮嘅調遷呢，下晝時條拜六啊、禮拜日下晝時條固定嘅時間裏邊呢，安尼會請了客家badmin團土改片呢，來做一個演出，差不多演出呢。差不多上線差不多應該1點鐘夠啦嗬。按樣做停，按樣固定咧，按樣做下來呢，都會比青島呢度觀眾啊，每天咧客家人啊，也每客家人見到咧來到呢邊咧，看到哎呦，同嘅時間裏邊，固定嘅時間裏邊，看你到客家badmin團同佢哋演出，佢都固定嘅時間佢都會來看佢。對呢度客家badmin團嚟講，雖然佢冇得到。國家級嘅一個補助，咁嗰啲就從咧頭先我講過啊，有6、7咧badmin團咧，其實咧刺通啊，就有請其實咧固定圖了桃園啦、新竹啦、苗栗啦，還有高雄啦，甚至於到花蓮嘛做得啦，花蓮玉里啊、花蓮咧水門嗰邊啊，咁廟平條線咧固定嘅時間，本其實咧每個禮拜同佢固定嘅演出，一樣咧一方面咧。不給到機會，呢方面呢，給到認為按樣固定嘅演出，馬本呢度台灣嘅民眾啊，唔係客家人呢度，甚至於國外嘅客呢度呢度觀光客啊，入到台灣來咧，看呢度佢喊辦咩？佢馬會嚟記錄下來講，我去看呢客家badmin團，我去哪位咯？我去哪位看見到呢？就從呢以下開始下，對老聽眾朋友講，哪位談一度？客家badminton，佢故說呢隻真情嘅感覺係應該啊，好好啊個道理下咧，應該一個繼續下去本呢條客家badminton，有機會圖固定嘅時間、固定嘅場合地方咧來演出。啊，你哋講客家badminton，以下圖呢現代嘅生活當中咧，我本佢生根，我本佢推廣，真係冇簡單。啊，你希望咧安尼啲講客家badminton，就像你青島專家也好，青島呢條團體也好，我樣辦利用呢時間，像以前安尼啲講，以前做廠大部分係傳統嘅呢條典禮啊，像結婚啦，呢條成名生日啦，而家有機會去唱。你下呢，當然除了以前呢條傳統嘅呢條生活嘅方式，行咗出來做了後咧，呢條現代裏邊。當然像你下呢，呢地方客委會嘛一直都喺推廣哦，希望你下咧結婚啊、尋學像呢條後生人有結婚，冇用呢時樂啊，一唱呢條流行歌曲、流行歌曲咧嚟唱歌嘅，應該過來唱呢條客家badminton咧，過來重新來做你下唱敬愛組啊，呢條結婚一樣嘅一個場合，有人去做冇？有哦，你下北部啊客家badminton咧。嘛有一說咧，冇講青島啦，有啲後生人其實認為講我要我不一樣的這種結婚典禮，所以呢，其實呢，真見用客家班有請嘅客家badminton來做場，啱過咧呢，畢竟還是少數啦。你講我比落青島冇乜嘅可能啦嗬。啱過咧，我感覺嚇，任何一種都像頭先我講啊，一定要定時定點請嘅客家badminton同佢演出。本大家地講客家badminton原來係一樣，因為物以稀為貴嘛，你看你對那種一社會所在，我就看到你愛來看見到，你都到你那邊來看，
了将有了机会啦。了两种，第三种当然都是希望了政府他判了就青岛了了就发通下呢，一听到有枪了就太细咧客家版军团呢用莫汹涌嘅形式呢，來俾佢機會嚟到演出，將有做得傳承，有傳承將看得到客家版軍將來呢，對台灣將做得永續經營。